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流亡者离乡背井，逃难到台湾，每一个人拢有一段心酸的过去。像来自非洲乌干达的女子朱丽叶，因为是同性恋，伫个家乡去互性侵，去互牵石头，去互凌迟，差一点就无命。伊的同性伴侣愈惨，去互杀害。为着要来逃离性别的迫害，伊飞过9000外公里。 真无简单，才逃难到台湾。到底台湾这块自由的土地，是毋是会当互朱丽叶袂阁悲伤呢？咱做伙来看。对于华人或中国的难民来讲，这是他们首选。那台湾是最适合流亡者或难民逗留的地方。When they want to kill you, you cannot choose a place to go. 所谓我受的一些苦难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追求自由的过程中，我必须要承受的，我也甘愿付出的这些代价。2014年2月，乌干达报纸竟然刊登上百名同性恋者的名声甲相片，真大标题写吊死因。 In my country, there is no homosexuals because they believe homosexuals are not normal. They are satanic. They are evil. They have maybe bad spirit in them. 伫非洲乌干达，2014年政府签署反同性恋法案，原本打算判处死刑，但受到国际强烈谴责了后，改判最高处无期徒刑。朱丽叶遭受社会集体性别压迫，其压者甚至是伊的父母。At a young age, around 15, they sell me off to somebody else to marry me. So I don't bring a curse on them. I don't bring shame on them. So they sell me to one older man to marry me, and that is how I ended up having kids. 朱丽叶有3个囡仔，生7捌代志。伊亲捌看到妈妈逐天被爸爸拍，因此伊秘密计划逃离。朱丽叶同性伴侣熟悉台湾人，带囡仔出逃的时阵，煞遭遇民众的私刑正义。If you are lesbian and the neighbors don't report you, or they don't beat you up, them too, they will persecute them. So the reason why I ran away because of too much suffering. My partner was killed, so I had to run away. 那他最严重的2次都是被一群就是街坊的暴徒冲进家里面痛殴，然后也有被性侵过。 朱丽叶就医证明正是血洗洗的惨痛回忆。2016年，伊甲囡仔分离，跨越9816公里的距离，对东非来到亚洲的台湾。但是，就算伊逃过死亡，伫台湾这片异乡，嘛爱靠人权团体援助，因为无难民法，4年来伊只会当靠签证居留，规定无多工作，生活是真歹自立。I want Taiwan to help me to live here. To stay here, to live a normal life like anybody else. Give me a chance to work, to help my family, my kids, to help myself. 另外，同款逃难来台龚宇健是中国的民运人士，伊重要机会手这个大牌包啊，伊来的时阵是向公告。我就是靠台湾的。 一些个人的救助在比较，打个比方的话，就是比街友好一点点，但是还是过得很窘迫的那种生活。只要等到中国大陆有民主自由的一天，我立马就回到中国大陆去。龚宇健因为声援律师，5月检测17月时遭受中国政府判处劳动教育2档，被学校开除了后嘛无法度工作。 不忙自由的伊，2015年以旅游方式入来台湾，已经伫台湾4年啊。追求自由的代价，就是受尽甲厝内人分离之苦。因为有时候就想念家人，或者做梦的时候就突然回到了中国大陆啊，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呢。所以说想念他们，而且是刻骨铭心的那种想念的话，第一我们对不起他们。 龚宇健时常评论两化，也有难民法的议题。文章被各大报引用，伊嘛透露，正经因为签证过期，才会当秘密自治。伊伫讲话，中华大学副教授陈建元愿意为伊担保，才会当合法留伫台湾。
非法入境台湾的，通常来讲，我们都要把它这个安置在收容所啊，就不能乱跑。那如果说有担保人的话呢，那么就会有所谓的收容替代的制度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担保期间呢，他是可以自由的外出。因为他不能合法工作，那他就没办法自力更生。然后有的人可能运气好会遇到收容的人，可是有的人他运气不好，可能他真的会散散不及。这天是公益建到移民署报道的日子，警卫警觉的外互媒体翕，公益建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收容代替处分，袂当工作艰困度日。按照国际上的定义，所谓的难民包含了无国籍还有外国籍的人士，而构成的要件前提就是要跨越国境。而中港澳这3种身份，无可避免的会触及两岸的敏感议题，也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之下，可能也造成我国的难民法迟迟无法通过的原因之一。伫无难民法的情况下，台湾要如何庇护流亡者呢？外国籍也是无国籍人士，只会当适用入出国以及移民法，暂时居留台湾。若是中国人爱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申请，港澳人士适用香港澳门关系条例，等于有3部法律体系处理，混乱的难民庇护体制独步全球。但是政府不得不谨慎，就是因为难民身份的真假真歹查核。如果一旦有了这样制度之后，可能会让有些人呢，其实是以台湾作为最终的避难地点的这个选择，反而会让他的人数上涨。这时候你进来之后，你可能会缅甸的业务量会上涨，基本上来讲，你可能没办法处理相关的问题。难民的议题本来就是一个困难那我们是2公约签署的国家，2公约签署的国家本身有一个义务，就是要通过来。不要以为难民就以为就是一种形象，就是什么东西像乞丐，然后来依附你，然后吃你的。我不排除说有一些状况是这样，但是难民法通过不是照单全收哦。一边担心启用难民法了后，会引入不少分子；另外一边的民间团体积极要求政府通过难民法，保障人权。想讲Q6之的流亡者该如何在台自立，依然是无解。对于经有19天无法度回去故乡的流亡诗人陪领来讲，伊只会当想办法对介有同款处境的人伸出援手。就是这个房子，就是我刚刚在去年年底买下来的房子。这栋厝空间真宽，在偏远的有来山区，也在装潢阶段，已经让陪领感受到真久拢无享受过家的滋味。对，那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流亡者，我是从中国的监狱直接送去美国的。那么对我来讲，我太知道这个背井离乡，驱除或者逃亡的痛苦。我在美国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我在台湾也不断的迁徙，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。陪领是中国作家，2002在北京私下出版文学人文杂志，被控非法印刷罪，遭受逮捕入监。然后因为国际文学界的呼吁营救，陪领伊得到释放。遣送美国得到庇护，嘛摕到护照，但是被中国政府赶离开，终生被当回故乡。那就等于我失去了跟父母在中国见面的可能。那我父母年纪大了，他们也没有时间精力到台湾来，这是一种悲剧吧，这也是一种不幸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这样的情况的人，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命啊，命就是这样。待会儿走的时候，把那个窗帘拿上，把这个门、把窗给关上。陪领在泰国做一间公寓，专门给各地流亡者接待。若是在台湾呢，伊嘛真大方提供所在。只是有一个流亡者收留另外一个流亡者，毕竟不是固定的办法。那么台湾社会其实对于难民是可以宽容的接受的，但是呢，人们又不认为台湾社会目前形成了一个安置难民的共识，这很多人仍然没有办法安顿。我也蛮意外的，其实很多人权机构和人权组织，他们并没有一个处所可以安排。陪领在台湾完成了出版写作的梦想，以过来人的经历协助流亡者，伊的热情无比过去苦难抹了去，号称是民主堡垒的台湾，是不是有能力庇护每一个寻求自由的灵魂？